各位敬听的中亲兄弟，大家平安。我头一摆听到咱的文理长老伫咧书会用台语真正是真卡哇伊嘛真无简单好像是一个白人在这里在讲台语所以我头一摆听讲真正是真无简单，感谢上帝因为伊的台语一定比我英语搁较赞。我真感谢上帝我有这个机会会当转来咱的教会离开咱教会差不多有6年外的时间无拍算今日会当徛伫这个所在，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当我6年半，当我离开咱的教会时，我就有一个机会，就先到伫源头附近有一间华语的教会，伫遐甲因斗相共伫遐礼拜讲道。无拍算8个月了后时阵，因的中秋会有决定要甲我聘。因讲因有选到3个候选人，我是第一优先为什么呢？因为因的中秋会长老拢是咱长老教会的背景所以因为安尼有这款的关系，所以因讲你是阮的第一个优先的选项总是我甲因拒绝，为什么？因为因要甲我邀请前一礼拜华府大学教会已经要骗我做因的代理牧师我是讲做因的牧师应该是代理1年，但是无拍算，我即只无牛驶马传到这，因为上帝恩典甲怜悯，伫遐连续5年半的时间拢伫遐甲因做伙。拄顶个月7月底恁翻送恁的曾牧师离开因嘛翻送我离开，然后同一天翻送拢是翻送2个牧师然后8月开始的时，我就换跑道，就是到伫即个华府的 TBC 就是华府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伫遐做因的代理牧师。然后就是2间教会台语2个长老，索菲亚甲咱的那个 Grace 就是讲安尼会当互相斗支援，所以就是讲，对于8月开始到伫年底这5个月呢，我有7次会当转来咱的教会，有回家的感觉，感谢上帝。好，安尼所以真欢喜我咧想讲过去受恁非常的疼惜所以今日会当转来，迄嘛是上帝的恩典甲怜悯所以人讲这个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是呢，我不是好马，我是黑马。但是咱的上帝的教会也不是回头草，咱是上帝所建造的千山绿水，然后那个碧海蓝天。为什么？因为咱是咱维吉尼亚唯一的长老教会，咱就是要，互咱的第2代、第3、第4代的这主题会当继续，就是用英语伫遐来侍奉上帝。咱嘛要持守，为着第1代的乡亲，乡亲会当伫遐来用台语来互相交易，互相来敬拜上帝我伫台湖教会5年半的时间，拢是用国语，已经真久无讲台语总是今日了看到咱的长老，互我有真大的信心。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然知影咱会当伫同一间教会侍奉上帝这是上帝恩典，嘛是什么呢？缘分。上帝恩典甲缘分，互咱会当伫遐来做伙敬拜上帝嘛看到咱所敬听的司琴者，咱的角色咱的阿福长老所以会当做伙同工，拢是什么上帝恩典甲咱的总是咱知影，就是讲，当上帝在带咱行的时阵，咱来思考一个问题：咱要安怎通过上帝伫咱的身上的材料温数，会当来侍奉上帝的教会。今日我咧思考，我转来了后，我到底是要讲什么？是我转来咱的 CTBC 的第1讲。我就想到4月26，迄天是国外节下晡，我和牧师有来参加咱的教会的庆祝35周年。迄天我有听见咱的吴长老吴老师贵月长老伊直接有咧讲到咱的教会这35年整个历史的过程时，伊有讲到一句话：传承、传承。
好，即句话伊连续讲2摆。所以我特别那安尼是毋是上帝你有要感动我，就是用即个字来彼此来相交来互相勉励。咱知影传承就是讲，咱爱去传授，爱去成接。但通过伫一代过一代，咱会当用真济的价值、文化、产业、钱财来，互咱下一代会当来领受遮个物件。当下一代来承受、承接。等一代，互因的这文化价值也是讲钱财，也是讲产业，也是讲学术，也是讲知识的时阵，受什么？我们可以怎么就讲更上一层楼？就是讲会当愈来愈好势，会当来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甚至可以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是来真善意，唔好一代不如一代。咱做伙来思考今日传承这个字。传承这个字，老实讲，咱要用圣灵的角度来看这项代志。既然是圣神的角度，那安尼咱来思考，圣经的第5卷就是使徒行传，迄是圣神的行传，是使徒的行传，嘛是教会的行传，嘛是宣教的行传。所以使徒、圣神、宣教甲教会是这倒来4支脚。使徒行传通过这倒呢，互遐个外邦人甲犹太人会当做伙坐伫遐来认识、来敬拜上帝。这是一个传承的开始。总是认为，咱知影讲，伫使徒行传的初代教会内面，有真侪受起造的教会，有啥物？有耶路撒冷，有罗马，有哥林多，有腓立比，有以弗所，有帖撒罗尼迦，有哥罗西，有加拉太。有遮个侪教会伫遐受起造，咱今日要来讲啥物？讲安提阿教会，即个安提阿，即个安提阿教会，真清楚。安提阿教会是对圣神所来，为什么呢？咱要通过安提阿教会这个传承，当互咱可以乘风破浪，就是讲顺着迄个传承的方式，会当来冲破大浪，会当冲破大涌，继续向前行。安提阿教会，我相信大家拢非常的熟。我会记你伫7、8年前的时阵，咱的姚东长老有就是带这卷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大家拢非常的熟。咱搁一摆来批出来学习。头一项。安提阿教会的传承是啥物？是对圣神来，迄毋是人为的。因为迄个传承的根基是对圣神来的根基，是等于啥物？使徒行传第1章所讲的，就是讲，当咱若是互圣神充满时，国外耶稣讲啥物？伊讲，当圣神临到伫恁的时阵，恁要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国外耶稣伊要上天的时，伊特别交代最后一句话，所以真清楚甲咱讲，就是讲，当这句话定着了时阵，你搁看，就是圣神就开始临到伫即个彼得甲其他使徒的身上。当彼得头一摆伫迄个教会外面，伫公开伫举行报道大会的时阵呢，遐个兄弟、遐个外邦人、犹太人。因心受刺激，因为圣神在甲因催逼，甲因感动。因就问讲，What shall we do？ 咱就爱安怎做？因就爱什么？就是认罪悔改，然后就是受圣神的洗，然后受水洗。所以认罪甲迄下罪的保证是对圣神来。咱每礼拜来遮，就是要认罪，搁要当领受下罪的保证。下罪的保证是啥物？是圣神甲耶稣血带到伫你我的身上。若无圣神，即个加着 Holy Spirit， 即个第3位格，有第2个位格加着上圣家耶稣伊十字架的保费，伊留遐保费，总是若无即个第3位格加着 Holy Spirit。来甲这个保费来带到伫你的身上的时阵，咱无法度有真正有迄个下罪的保证。所以下罪保证，我会记伫过去的时阵，咱无即个天数吼。所以
咱今日有这个听词，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认为当耶稣讲圣神临到伫恁的时阵，恁就要为了我做见证，真清楚。所以当彼得开始报道了时阵，圣神就开始感动。圣经讲有3000人吼，因受洗，就做什么？当时的第一间教会就是什么魔会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真做第一间教会，有3000人做迄个教会的基础。认为这样事抑久无结束，是物？因为圣神开始安怎想要到，当教会起造了时阵呢，撒旦魔鬼犹原嘛是会继续伫遐来交叉，伫遐会真侪的分别。使徒行传第8章讲什物？讲当耶路撒冷拄着困着的时阵呢，除了是使徒以外，门徒就四界走，因一面走一面传主的福音。迄条路线安怎行呢？就是什物？就是讲，因为司提反的代志引起。司提反是当时的魔会的执事，迄个狄肯。司提反伊互人用石头钉死。这个事件发生了时阵，遐因为司提反所引起的患难，四散的门徒就开始到伫腓立比、到基比路。伫遐来传福音，遮个门徒受到迫害了后，因一面牵线，一面搬厝，一面传主的福音，总是因是去什物？甲遐犹太人传道理，因并无为着安提阿教会无。安提阿是什物？是当时的希腊一个真大的城市。伫罗马要统治安提阿的进前，伊是属于希腊时代的城市。罗马是排第一，第二是亚历山大，第三是安提阿。所以安提阿是一个当时的第3大的城市，是遐希利尼人因所住的所在。当遐门徒因是先去甲遐犹太人伫遐来传道理，总是无拍算，是讲有人安那阮受感动，阮是毋是应该爱到伫安提阿？当迄个司提反的事件发生了时阵，圣神就开始催逼遮个兄弟，伫倒位？伫迄地中海的东北边，伫遐来开始传主的福音，非常的清楚，就是讲原来耶稣所讲的迄个圣囝，耶稣所讲的迄个应允，果然真清楚，一步一步照耶稣所讲的，就是耶路撒冷的母会开始被起造，然后福音开始传到伫犹太全地。到伫撒玛利亚，到伫地极，安提阿是地极的头一间的城市，是因为遐的兄弟、遐的门徒，因一面四散刀片，犹太人甲罗马帝国的对杀，一方面因牵线，一方面来搬厝。所以今日咱必须大家来想讲，到底即个安提阿的传承，对咱有甚物款的帮助？安提阿毋但是圣神所起造的教会，伊是啥物？是保罗第2摆、第3摆宣告的大本营。安提阿是向外邦人开拓头一间的教会的大本营。当我迄天下晡时吼，我有听去咱的几位长老伊伫介绍咱的 CTPC 的历史的时阵，伊安讲，伊讲就是。圣神临到伫咱的母会TPC 华盛顿TPC 柯俊福牧师甲遐中职，因就受感动，就开始一步一步计划来开拓咱这间教会。我就甲这心甲伊讲，我就藏伫心内。过落去的4月26、4月27，我转去华府的长老教会。讲道煞了的时阵，我就徛伫后边，就兄弟就开始来甲我握手，甲我也平安。我就看到柯牧师来到伫我的头前，我就讲柯牧师，我就用我的手甲伊揽伊的小道，我讲柯牧师，你是我的先辈，我要感谢上帝，
嘛要感谢你，为什么？因为你伫我一年啊开即间教会，互我有机会会当伫遐服侍上帝。我安尼甲伊讲一句话，我讲伊是我的先辈，我真感谢上帝，嘛感谢你，因为你伫遮来开即间教会，互我有机会会当伫遐来侍奉上帝。刘亲的兄弟姊妹，咱会当伫即个所在来侍奉上帝、侍奉教会、服侍兄弟姊妹，毋是咱教，毋是咱有才调，毋是咱会当选择，毋是圣神的感动，是圣神感动咱，咱才会当随时来回应。所以咱爱愿意，就是爱把握圣神的感动的机会，无论圣神安怎感动你的时阵。迄个事件可能对你真不利，可能互你会感觉，互人你可能会当枪使，当枪使，但是不要紧，因为圣神感动你，就是要互你会当有份伫迄个所在，就是付代价来服侍上帝、服侍教会、服侍兄弟姊妹。当母会受到迫害了的时阵，遐四线的兄弟姊妹，因是带着圣神的感动，迄个火。继续到伫即个地中海的东北边的遐的地区，伫遐来遐犹太人来传福音，伫遐来讲道。因到伫什物居比路，迄个塞浦路斯，到伫什物古利奈，迄个塞雷尼遮个城市，总是无拍算有几位的兄弟姊妹特别有感动，讲咱去什物安提阿的城市，伫遐传福音，互遐个希腊人会当听福音。安提阿是啥物？是甲哥林多是一个五光十色五光十色的一个酒色财气的城市。伫希腊的时代啊，伊甲哥林多是两个是真出名的一个真无好的城市。遐个百姓真爱跋筊，真爱赛马，真爱去酒吧。遐有一个大庙，是啥庙？就是伊咧敬拜希腊女神，迄个达芙妮是因为希腊的女神。伫暗时的时阵啊，有真侪的查甫的香客啊，真爱去有啥物？伊讲你若是捐钱捐一个数目你就会当甲迄个女祭司有一寡无好的关系，就发生伫遐庙祭。所以安提阿的城市有遮的背景，无拍算就是讲上帝竟然感动安提阿，互安提阿会当顶头先。就是是个耶稣福音，伫遐福音有开始有对新的迄个传承。所以你看这，咱千万唔通袂记哩，咱的 CTBC 要阁继续来承接安提阿的传承。安提阿是今日叙利亚的一个真要紧的城市。到目前就是讲因有3个大教区。分做22个小教区，真侪世间的教会，拢是啥物？阿拉伯人信耶稣，拢总有目前有17万人，有17万的基督徒伫迄个安提阿的教会，因爱继续面对叙利亚的回教徒，伫遐伫甲因调拨、甲因捆住。但是感谢上帝，因有22区社区的真侪小小的教会。拢是阿拉伯人伫信耶稣的，所以安提阿的传承真清楚，就是讲，咱爱知影，咱转去咱的今日的宣调的经文，就是耶稣讲的一句话，伊讲啥物？伊讲 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the gates of Hades will not overcome it。讲我要将我的教会起伫石板顶，阴府的官兵也袂当赢过伊。事实真证明啊，已经真清楚证明啊。叙利亚安提阿，伊是伫回教的国家的内面，伫遐起做迄个教会，有22个世间的教会，拢是阿拉伯人信耶稣的，真清楚。因为耶稣讲，我将我的教会起伫石板顶，阴府的官兵无法度赢过伊。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领受圣神的引出了时阵，第二项，圣神要啥物？互你有啥物大的使命？大的使命，使命
世间人吼，因伫承接这侪传承哦，就是名声、地位、钱财、吼知识、学问、学术、技术，这真要紧。这是要去做咱世界会当继续向前行，这是世界人的使命啊。但是安提阿的使命毋是这，是啥物？传福音的使命。因为安提阿是一个宣教的大本营，宣教的大本营。母会耶路撒冷开设了时阵，因对外邦人的负担较无相像，因为因爱兼顾遐犹太地区遐的迷信者，遐犹太人，但无拍算安提阿是啥物？是伫处理外邦人的大本营。保罗的第2摆、第3摆宣教，拢是通过安提阿差派伊出去，互伊金钱，互伊同工，互伊人力，互伊带导、替祈祷。所以就为传承一定爱有使命、有福音的使命。传承袂当是掌是甲咱的财产、土地、金钱，互咱的子孙，无no，还不够 ，not enough， 就是啥物？你的福音，你信的耶稣会当传互咱的后代。第3方面，当咱若是有迄个传承圣神的根基，甲耶稣的官兵做根基了后，有福音的使命了后，会安怎呢？咱彼此互相来祝福。互相祝福吼，即句话是真，毋是具体，是咱的教会同工兄弟若会当诚心实意来彼此互务时阵，迄个祝福就是会当真清楚。福音的使命，若是袂当互咱的兄弟彼此互相相听的时阵，迄个福音的使命啊，歹势有真侪的奇怪。为什么呢？当安提阿教会的增长消息传到伫母会时阵，毋过安尼咱就派人派巴拿巴去遐继续甲因关心。巴拿巴是圣神充满、真有教导文书的传教者，伊去了时，个人教会人数若增加，但是你无拍算啥物？既然巴拿巴会邀请保罗来到安提阿，保罗甲巴拿巴的个性绝对无相像，文书绝对嘛是无相像，看代志角度嘛是无相像。讲巴拿巴伊毋知影讲，多一个人开会会多一张嘴巴，那是 trouble maker， 冇可能啊。但是巴拿巴伊心真健康，伊知影兄弟姊妹同工的中间，虽然是意见无相像，文书无相像，总是无要紧。为什么？因为咱的心若是有耶稣的性命，有耶稣的光，有耶稣的盐的时阵，才会当伫遐互相磨合，用时间来磨合。当然，要磨合真正是需要付上代价，爱付代价。保罗来到伫安提阿，甲巴拿巴因同工的时阵，安那同工咱毋知影，但是呢，因的人数继续来增加。有可能伫开会时，因会擦枪走火；有可能开会时，因甚至可能会演出刀光剑影。但是，这是国母之中是无可奈何，因为咱人就是遮尔无完全。总是咱来定着一项代志，就是讲，咱毋通失落起头会疼心。咱的 CTPC 开始起做时，拢有足侪疼心伫遐。亲像一个火炭伫遐烧落，当然久了时，迄个疼心加减会冷淡，会提起。以弗所书是一个上帝祝福的一间教会，总是到伫后来的时阵，伊受圣神的责备。为什么？启示录的第2章的第4节讲什么？伊讲圣神讲，若是我要所责备你的，就是你已经伫起头失去迄个疼心。我们已经失去起初的爱心，这是启示录主后95年的时阵对以弗所的一个责备。其实伫进前的时，保罗就讲什么？你看以我所书的第4章1到3，伊讲我劝恁行代志，就合伫所调的，凡事谦卑温柔，用吞论
伫仁爱，三宽容，用和平，三结连，地以修，圣神所想事的合一。哦，原来圣神毋那是起造安提阿教会、以弗所教会的根基，圣神毋那是要互咱有福音的使命，买啊啦有合一的困难。真个若无圣神的帮忙，咱无法度持守迄个合一的困难。咱感谢上帝，咱拢是有份伫即间教会吼。不管你是偌长偌久，吼，拢无要紧。咱咧回想吼，教会起造到即摆的时阵，咱会拄着甚物款的？咱会有婚礼吼，嘛有丧礼，有就任，嘛有辞职，有加入，嘛有离开，有感谢，嘛有委屈。甚至呢，有欢喜，嘛有受气，总是地位无要紧。CTPC 这个根基啊，绝对袂当断去，迄个传承爱继续，袂当歪去，也袂当练去，爱持守。CTPC 的传承是要承接安提阿教会的传承，三项代志，头一项爱继续。互圣神来引带咱爱真敏感、学习操练，听圣神的声音，要安怎来改变咱？因为咱知影磨合吼，磨到最后可能会一拍两散，可能会你行你的阳光道，我行我的独木桥，伊行伊的奈何桥，这有可能。但咱的教会绝对袂分裂，但是加减拢会三支吼。三支要安怎？咱求圣神帮助咱，互咱会当去敏感，圣神要来改变咱。第二，咱爱安怎呢？爱有份伫传福音的机会，爱把握机会，介绍你所熟悉的兄弟姊妹、遐同事朋友，迄是传承的第二项真要紧的。第三，咱爱对神底求圣神来保守咱合一。因为这是真要紧的。不管教会安怎偌大间，安怎偌水，若是同工兄弟中间迄合一，若是真弱的时阵咱就是有危机，咱会感觉讲真无彩。咱求上帝帮助咱，会当互咱了解讲要怎样来持守。我会记你伫咱教会最后一摆讲道煞的时阵大家伫后边握手，我牧师真多谢你 ，say goodbye 吼。我会记你诗营会长老讲一句话，伊讲牧师啊，你今日讲道是上底，我上介意，所以以后我来我讲道我会讲真底，所以因为讲伤长的个人缘，感谢上帝，互我有这个机会，会当咱的教会，会当做继续三脚来敬拜上帝，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会当，互阮有这个机会，还佫会当继续伫 CTPC 来服侍你，服侍兄弟姊妹。因为阮知影，若毋是你竞选，阮靠着阮的才调甲文书，也无法度定着这项代志。因为圣神你的感动，通过安提阿教会即款的真要紧，会往外别人传福音的一个大本营，阮就会当学习要怎样来继续来传承这个使命，这个圣神的气力。甲合一的心，伫阮的教会内面，愿上帝你加添祝福恩赐伫阮正长老执事的身上，以及兄弟的身上，阮会当继续继续要怎样心存谦卑，就是三款面、三面的三下面会当继续同心合一，往头前的表来跑走。这个历史要继续来往头前行，总是阮知，阮每一个人的个性。阮的看法绝对是无相像，但是无相像的是要代表讲，阮就是要来发掘阮的这个potential， 阮会当继续来合一，继续来将恩赐伫你的面前受助你来使用，帮助阮的教会伫你的内面继续健康，继续欢喜，继续来互圣神来充满。感谢主基督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
起心红。